粉丝随口一句评论 ，Top Berry 又陷入无法自拔的幻想了。6亿可以当你的女儿吗？我可以当你的女儿，兄弟。6亿我直接去换上那个芭比娃娃的裙子，换上那个堆袜，换上那个猪腰子鞋，我每天就给父王请安。现身说法，告诉大家便宜没好货。不只要1个亿，那能一样吗？妈，我和 Rapper 给的情绪价值能一样吗？开什么玩笑？跟你讲 Rapper 那都是有架子端着的，那 Rap Star， 但凭啥就给你拿死拿范儿？主打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到位。我每天我给你打洗脚水，我给你放洗澡水。我每天等你进家门，我跪在地上，我给你把那个鞋带解开，把鞋子脱下来，然后亲吻一下你的脚背。一场直播下来，一模正当场痊愈。100亿我可以叫你爸爸吗？我操，还是好事呢。其实不用给这钱了，你真这样叫的话，其实也没有什么顾虑，没什么不妥的，我说实话。给钱就可以把自己嫁出去那种。5亿可以撕裂我吗？你总说那些见外的话干嘛，老婆？你说你这，宝贝儿，老婆，老婆，总说那些见外的话干嘛？你妈就是我妈，你爸就是我爸呀。你说有一天啊出轨了，我支持，我也不介意我们3个人一起过。你Barry叔更是幻想上了自己的女儿和 rapper 谈恋爱。和 rapper 处对象怎么办？如果我有女儿的话，我已经是说成一个大元老了，可以跟 rapper 处对象。跟 rapper 处对象，我先找点 rapper， 我一顿恐吓，我连他本人带他的经纪团队，从法务到财务全都恐吓一遍，必须跟我女儿分床睡。我说杨博瑞，请不要在这里恩将仇报了，好不好？